據美聯物業研究中心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，4月首29日整體物業註冊量共6,267宗，比起3月全月的7,737宗高出約6.9%，估計全月將錄約8,700宗，不單創今年新高，同時亦創2年次高水平。金額方面，4月首29日錄約702.6億元，亦較3月全月的623.1億元高出約12.8%，更達2年高位。整體物業註冊量額雙雙報捷，充分反映樓市交投相當暢旺。鑒於簽署買賣合約至遞交到土地註冊處註冊登記需時，4月註冊個案一般主要反映3月市況。回顧4月份註冊表現，住宅方面，據美聯物業研究中心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，在不包括一手公營房屋之下，4月首29日一手私樓及二手住宅註冊量合共7,367宗，比起3月全月6,763宗上升約8.9%，並創2年新高。